歡迎大家收聽亞西西的聖方濟日嘅聖言日糧。今日嘅經課係選自加拉太書第6章14至18節。但我絕不以別的誇口，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。因這十字架，就我而論，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論，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禮或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，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。凡照這準則行的人，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上帝的以色列民。從今以後，不要有人再攪擾我，因為我身上帶着耶穌的印記。弟兄們，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。阿們。這是上主的道。作新造的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係亞西西嘅聖方濟日，有一首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詩歌，使我作你和平之子。相傳就係聖方濟嘅禱文，佢喺禱告中祈求天父讓佢少求愛，但求全心付出愛。其實呢一個係一句好唔容易嘅祈求，因為人大多數都希望能夠擁有人哋給予嘅愛、體諒、憐憫、寬恕，但係聖方濟卻提醒自己，唔去祈求呢啲其實都係人合理嘅願望，而去祈求讓自己能夠付出呢一切俾人。聖方濟生於12世紀嘅意大利亞西西，佢家境富裕，所以年幼嘅時候經常同佢嗰啲貴族朋友一齊吃喝玩樂，但係佢心裏卻冇感覺到真正嘅快樂。特別喺佢碰到社會上嘅貧苦大眾嘅時候，更加因為自己嘅奢華生活而感覺到不安。喺1202年，佢加入軍隊對抗敵軍，可惜被敵方俘虜，並且關禁咗1年。呢個時候，佢開始思想生命嘅方向。出返嚟之後，佢用咗好多時間避靜，以面對自己同埋面對上帝，並且喺祈禱入邊決意做一個新造的人。之後，聖方濟放棄所有從佢父親而嚟嘅東西，決定終生要守神貧，四處呼籲大家要反省悔改。好快，城內有啲嘅貴族深受感動，都將佢哋嘅財產奉獻出去。而聖方濟就同佢嘅追隨者就喺亞西西一帶照顧貧苦大眾、病人同埋被遺棄嘅人。呢個群體就慢慢發展成為今日嘅聖方濟修道群體，而佢哋今日嘅服侍已經遍及全球。喺今日嘅經文入邊，保羅喺加拉太書話：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重要，要緊嘅就係作新造的人。割禮喺當時係一件大事，連耶穌出世之後第8日亦都要接受割禮，所以保羅嘅講法係好前衛、好突破、好革命性嘅，甚至有被界定為異端邪說嘅危險。但係保羅仍然要指出，基督徒最重要嘅係要成為新造的人。保羅話：就世界而論，佢已經釘在十字架上，即係話喺人世間，佢預備要吃得苦中苦，以至可以成為人上人。但係呢個人上人並唔係要喺財富、權力上高人一等，
而係無限地成為好似我哋中國哲人莊子所講嘅智人。以我哋基督徒嘅術語，就係要活出一個喺上帝創造我哋嘅時候，嗰個有無限潛能、真真實實嘅我。因為人唔單止係一個 being， 係人，亦都係一個 becoming， 成為一個人。呢個就係保羅所指嘅新造的人。呢個新造的人，亦都係剛才我哋所指吃得苦中苦嘅人上人。就如昔日亞西西聖方濟成為一個新造的人，活出咗基督嘅憐憫，過住簡樸嘅生活，做個謙卑信服嘅神僕。佢嘅運動對日後教會嘅靈修同埋濟貧工作都產生好大嘅影響力，讓我哋都能夠不斷成為新造的人，以致聖方濟嘅禱文亦都成為我哋嘅禱告，使我作上主和平之子，在憎恨之處播下主的愛，在傷痕之處播下寬恕，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，在絕望之處播下盼望，在黑暗之處播下光明，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。少為自己求，少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；少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；少求愛，但求全心付出愛。如此，我哋就相信，當我哋赦免人嘅時候，就蒙赦免；喺捨去嘅時候，就有所得；喺死亡嘅時候，就進入永生。現在讓我哋有一段反思嘅時間，捨棄金錢，捨棄嗜好，捨棄享受，捨棄安逸，捨棄偏執，捨棄貪念，捨棄，你仲需要捨棄啲乜嘢嘢呢？以致你能夠成為一個新造嘅人。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喺你嘅生命裏邊，乜嘢係你苦中嘅苦呢？喺聖方濟呢段嘅禱文入邊，有邊一句係你感受最深嘅呢？讓我哋同心祈禱，我哋用亞西西嘅聖方濟日祝文嚟到去祈禱。上帝啊，你總以赤子同謙卑嘅心嚟彰顯自己，求你賜俾我哋能夠報母亞西西聖方濟嘅聖範，以致我哋可以清楚認識世界嘅知識實為愚拙，只誇耶穌基督同佢喺十字架被害嘅功勞。聖子同聖父聖靈唯一上帝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權，永世無盡。阿門。